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3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9篇，耶利米书第11章11节第1节到17节，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律己。律己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自我规范能力非常的强，不容易受到影响，更不会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。一个人要做到强力的自律能力，的确是不容易的事。很多人其实很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。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同侪压力。在耶利米书11章第1节到17节提到了犹太人的问题。他们总是不听上帝的话，背叛上帝，甚至跟他们祖先一样去敬拜偶像神明。在耶利米书的经文当中这样记载，上主对我说，你要听清楚这约的内容，然后向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来宣布。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，谁不遵行这约，谁就受咒诅。我从埃及，从那燃烧的火炉当中把他们的祖先带出来的时候，我与他们立了这约，我要他们服从，遵守我的命令。我告诉他们，他们若服从我，就是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。这样我就实现了我对他们祖先所发的誓，把他们现在居住流奶与蜜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。我回答，是的，上主。接着上主又对我说，你要走遍犹大各城镇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，向人们宣布这个约，使他们明白内容，服从这约的规定。自从我把他们的祖先带出埃及的那一天，我一再劝告他们服从我，他们总是不听，也不理会，反而受自己那顽固邪恶心思所控制。我要他们遵守这约，但是他们拒绝了，所以我就照这约的规定惩罚他们。上主又对我说，犹大和耶路撒冷城的阴谋背叛我，他们又犯祖先所犯的罪，他们不听我的话，去拜别的神明。以色列和犹大都破坏了我与他们祖先立的约，所以我上主这样警告他们，我要毁灭他们，他们无法逃脱。他们向我哀求，我不听。主这样的警告他们，我要毁灭他们，他们无法逃脱。他们向我哀求，我就不听。那时候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要转向他们供奉过的神明，向他们哀求，但是那些神明绝不能救他们脱离这灾难。犹大人的神明跟他们的城镇一样多，在耶路撒冷为可耻的巴力所造的祭坛也跟他们的街道一样多。耶利米啊，不要替他们哀求，也不要向我祈祷。他们遭难的时候向我求助，我不听。上主说，我所爱的子民既然罪大恶极，还有什么权利到我的圣殿来呢？他们以为许愿献生祭就能够消灾吗？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够快乐吗？我曾经称他们为枝叶茂盛、果实累累的好橄榄树，但是现在我要用闪电烧光它的叶子，折断它的枝子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栽种了以色列和犹大，现在我要降灾难给他们，他们作恶，自己招惹这灾祸。他们向巴力献生祭，激怒了我。保罗也提醒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
要他们不要随意的去批判人，因为他们也要一样的受到批判。保罗还提到，有一些人喜欢批判，但是却自己做了他所批判的事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就应当要行善，才能够蒙福得荣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朋友啊，你评断别人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是不可原谅的。你评断别人，而自己所做的却跟他们一样，你就是定自己的罪了。我们知道上帝审判做这种事的人是没有错的，可是朋友啊，你用来评判别人的事，正是你自己所做的。你想你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吗？是不是你轻视他的仁慈、宽容和忍耐？你应该晓得上帝是仁慈的，因为他要你悔改。可是你的心顽固刚硬，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愤怒，以至于上帝的愤怒、义愤和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日子更受重的刑罚。因为上帝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报应他。有些人恒心行善，追求从上帝来的尊贵荣耀和不朽的生命，这样的人，上帝将以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。至于那些自私、拒绝真理，反而随从不义的人，上帝的义愤和惩罚要临到他们。所有作恶的人将逃不了患难和痛苦，因为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但是所有行善的人，他要赐给他们尊贵、荣耀和和平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，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。就如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，那些自私拒绝真理随从不义的人，就是在上帝的面前献祭，仍然不会被接纳，更不会得福。所以呢，基督徒要学习作为一位诚心实意、能够反省自身、有强烈自律能力的人。诗篇39篇，我说过，我要谨慎我的行为，不让我的舌头犯罪。作恶的人在我面前时，我要闭口不言。我静默不发一言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但是我的痛苦更加剧烈，我心里充满焦虑。我越沉思，越觉得不安，禁不住发问：上主啊，我的寿命多长？我几时会死？求你指示我的终局几时来到？你使我的生命是那么的短促，在你的眼中，我一生的岁月几乎是等于零。个人的生命不过像一口气息，人生如泡影，一切的操劳都是虚空。他累积财富，却不知道要归给谁享受。主啊，我还能够盼望什么呢？我只能够仰望你。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容许愚蠢的人嘲笑我。我要缄默不发一言，因为你使我这样的受苦。求你不再责罚我，你的责打已使我奄奄一息。你用责备来惩罚人的罪，像蛀虫侵蚀他所喜爱的一切。是的，人生不过像一口气罢了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哭求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是你的客人，跟列祖一样，不过是过路的旅客。求你宽容我，让我在去而不返之前有一点安乐。恳求上帝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位能够律己的人，让我们能够有强烈的自律能力，不进入试探，不受他人的影响，更不要成为那种只爱批判别人的人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